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5，箴言23章15到16節安尼講：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會真歡喜。你的嘴若講正直，我的心會真快樂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心有智慧，嘴講正直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公義聖潔的上帝，你查看人的內心，監察人的意念。主啊，你是快樂的源頭，你是智慧的根本。主啊，願求你賜予快樂，來面對生活中的挑戰，也求你賜予智慧，佇所行所做頂面，來高舉甲榮光你的名。主啊，願承認家己的軟弱，阮的心容易受世界的引誘，常常偏離正直的路。主啊，求你憐憫甲赦免阮，也清去阮的心思意念。主啊，因為阮的心若有智慧，就你的心會真歡喜。阮的嘴若講正直，就你的心會真快樂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